可我若是为了一己私欲，与你隐居南孟回，那千纸里云，昭雪沉冤之事就没有人会去做。我不知道你那个时代的人们会如何选择，但这便是一个生活在缘起元年、胜过平凡女子的答案。也许我和你身上都有不同的使命，带着不同的使命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未来我们还会遇见，但请沈公子一定不要试图阻止我。我转身逆流而上，祝你的接盘。对不起，与你相见的每一次，我想的都是如何去改变那一夜，从来没给过你真正的温暖和陪伴。再也等不到执手相看。好了，明年咱们还要一起过上巳节呢，不就是进宫吗？我陪你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陛下特封的沈丞相。当然了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这丞相之位嘛，我暂时让给李庸。我想想，我进宫之后干嘛？是了，御厨。沈公子，当真愿与我一起求于这深宫之中吗？当然了，只要能陪着你，干什么都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只要与你一起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